臣妾是怕小孩子没分寸，坏了君臣父子之礼。你是在说寡人吗？臣妾不敢。是淑儿好久未见父王，思念的厉害，特让膳房做了些点心给父王送来。淑儿，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来呀，快去。你怕寡人？寡人的样子很凶吗？来来来，过来。哎，你看她是你妹妹，她就不怕寡人啊？原来你是我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母后，父王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玩吗？当然可以，去吧。我们出去玩了。膳房新做的点心，快给大王端上来。大王，这天气潮热，绿豆糕最是下火。王后有心了。这些日子，大王很少去后宫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盼着呢，如大旱望雨。这阵子国事过于繁忙。国事繁忙，大王还要注意身子。大王若是要去后宫，也望能雨露均沾，免得会有怨言。哦，有何怨言？说来寡人听听。这怕是王后对寡人有怨言吧？不敢。你要与我玩什么？你会放屁吗？放屁？放屁会。那你放一个。你看我的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也会。亏了母后不在，她若见了，定会说我们行为粗鄙、大发脾气的。母后为何生气？因为我是公主，应当言语得体。我也是公主，但是我娘亲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得体。但我是嫡公主啊，那有何不同？你见了我应该行大礼。好吧。好了，我给你行礼了，你应该向我行礼。为什么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那好。淑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在礼尚往来。大胆！你们可知礼仪廉耻，尊卑有序，简直没王法了。芈月，你给我跪下，即刻向嫡公主赔罪。跪下！我不跪，我不跪，我为什么要跪？我不跪，我就不跪。王后，我不跪，我不算了，跪。小孩子玩耍，别太认真了。大王，芈月刁钻顽劣，目无尊长，若无人好好管教，寡人倒是看着孩子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满宫人都被叫醒，唯有王后昏睡不醒。禀告大王，王后确是今日一早才知此事。今日公子当患病，王后照顾公子，一直不曾睡好，所以奴婢才给王后服了9息安神丸。奴婢揣度着，从阵痛到孩儿落地，总不至于立时3刻的，所以就没敢叫醒王后。是奴婢有罪，望大王不要责怪王后才是。芈月腹痛早产，指派给芈月的女医也失踪了。就算王后昏睡不醒，满宫人也都昏睡不醒吗？大王曾经说过，指派臣妾照顾芈八子。芈八子虽然没有住进长宁殿，但臣妾对芈八子仍有义务。臣妾失职，臣妾也难逃疏忽之咎，望大王恕罪。芈八子的侍女叫嚷的满宫都听见了，臣妾本有心过问，可是听说芈八子派给王后报信的姑姑被关押起来了，臣妾也就没敢再过问了。王后，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那魁姑出言不逊，吵闹纠缠，奴婢怕她惊醒了王后，所以就私自做主，暂时叫人绑了她。这么说，寡人的后宫不是由王后来执掌，倒是叫一个贱奴来执掌。大王，把这贱奴叫永相先打20棍杖，待寡人理清了缘由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芈月怎样？密八子情况只怕不好。今日这孩儿在我肚子里踢打不停，想来是在宫中待得烦闷了，要我带他出来散散心。我带他过来，刚进了大殿，便立刻安稳了。寡人看看，这个孩子为什么到了成明殿就安稳了？因为成明殿输赢四壁，墨香四溢。看来是个喜好读书的孩子。记得寡人第一次遇上孩子娘亲的时候，却以为她是个只知晓用鞭子的野丫头，谁料竟与书斋有缘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月儿没有哭，月儿只是心里头更清明了。你清明就好了。你该知道你在寡人心头的分量。寡人疼你，疼咱们的孩子。大王，好了，别哭了。大王，寡人说过了，你有身孕，见寡人不用多礼，摆来摆去，累着你。谢大王。这2日，寡人看你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觉得哪里不妥？整日在屋子里闷着，臣妾都快憋出病来了。都已经快做娘亲的人，还这般任性。大王知道臣妾的脾气，只喜欢天高云阔，受不得贬下局促。马是不能骑了，鞭子也不准用了。好吧，就算寡人让你出宫走走，街头巷尾闲人杂乱，你可想好要到哪里去了吗？要不还是去四方馆散散心吧，那地方你不是喜欢吗？谢大王。来，出菜。您的菜慢用。小二子来壶酒。好嘞。公子可否给我1钱？你这黄口小孩可是好笑啊！你我又不相识，我为何要给你1钱？可是刚刚那个人说，要我把话传给你，一定会给我1钱。那要看这话值不值这1钱。那个人说，2日后是15，有故人，故人约你。王后身边这几个人，就属你对公子最上心了。那是应当的。姑姑上次提起那黄歇之事，不知王后有何打算？
王后跟芈月是亲姐妹，总是能袒护便袒护着。可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大王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是啊，王后顾及姐妹情谊，可这后宫又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大王的恩宠？依靠谁都不如依靠大王稳妥。大王最看重的就是身边的人对他一心一意，忠贞不二。可惜呀，王后曾叮嘱，此事万万不可走漏风声，别人若问起，王后也只能是毫不知情。对呀，那是当然的。姑姑，我想出宫一趟。你身子已经快能看出身孕了，出宫实在不便，何况以什么理由出宫？女医之说了，子歇总在那药店外的街头等他。女医之还说了，自从他拒绝给公子传信，并告诉他你怀有身孕后，就再也没在那儿见过公子了。反正子歇，我是一定要见的。你贸然出宫，就算不替自己着想，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儿打算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一直都空着，也怪可惜的。今日我请妹妹来，就是替姐姐拿主意。妹妹一向心思奇巧，帮姐姐看看这地方还需要添什么摆设。月啊，你看王后今日叫你到交房殿，是不是还有别的话要说？她没说出口的话，应当是她最想说的。王后不会是……我何尝看不出她的心思？她既没说出口，那我只好装聋作哑。我常常会想起当年姐姐与我的亲近，眼下的疏离，真叫人心寒。舌头跟牙齿都免不得打架，若有合适的机会，还是要和王后修好。此事已与唐夫人和芈月说妥，永相令也带人去给长宁殿重新挑选了陈设。王后却有异议，这是为何？芈月不仅是臣妾的应室，更是臣妾的亲妹妹，臣妾与她一向亲近。如今芈月有了身孕，理应住到交房殿，由臣妾亲自照顾。大王却让她到唐夫人的长宁殿。知道的人会说，唐夫人为人稳妥，大王考虑周全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臣妾容不下自己的亲妹妹，硬要把她赶到唐夫人那儿寄人篱下呢。那依王后之意呢？交房殿是后宫最大的殿宇，正殿由臣妾住着，东偏殿由孟昭氏和景氏住着，可西偏殿整个都空置着。与其让芈月去打扰唐夫人，倒不如大王把她安排在长宁殿，而不是交房殿。不知大王是顾忌我，还是猜忌我？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快请起。自打妹妹有了身孕，也不常出来走动，让姐姐好生惦记。说来古怪，我腹中的孩儿定是个贪睡的，弄得我每日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，只是瞌睡不断。我怀荡儿的时候不也是辛苦？那时行事莽撞懵懂，开罪了大王，被禁足在交房殿。幸亏有你，我日子才好过些。芈月以姐姐手足之情，我为姐姐做什么都不过分。此话应当由姐姐来说。我在后宫身为王后，理应为妹妹遮风挡雨，可你入宫这些年也吃了些苦，好在苦尽甘来，怀上了大王的孩子，终身都有了依靠。姐姐真替你高兴。哎，你来，过来看看。
你觉得这个地方如何？刚刚经过小院，这院子幽静清雅，再过几日桂花飘香，定别有一番风景。我打算让人在朝阳处种些腊梅，在这后院再种些青竹，这样无论冬春都有景色可看。姐姐想得真好。这偌大的交房殿，正殿有我住着，东西2个偏殿，一个由孟昭氏和景氏站着，还有一个就是眼前这个了。说起来也比正殿小不了多少，